另外是总统选举正重要的议题，赖清德昨讲到核能紧急使用的话题，讲已经停机的核能机组会当维持未来紧急使用的可能。外界认为讲，这敢是民进党的非核家园政策设弯路。国民党的参选人侯友宜嘛表示讲，2025年是做袂到非核家园，安全顾好好，核废料好好处理，核能就会当是一种选择。郭文哲是认为讲，袂当只要台积电，无要核电，能源的政策爱务实。2024总统大选焦点放在能源政策，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自8到台台出席校园总统马拉松活动时阵，被问到量化紧张天然气无法度进口时阵，如何应用能源政策？赖清德提出核能紧急使用话题，也引起各界关注。民进党2025非核家园的路线是不是要放零的？相关单位有在规划，已经这个停机的这一个核能机组啊。维持一个可以未来紧急使用的这种情况以备不时之需。进前新境界文教基金会副董事长董祖贤主张重启核一核二，总统自执政7周年记者会回应，迄是个人的看法。实际执行上有一定程度的困难，不过隔8天，赖清德提出核能机组紧急使用，面对核一核二都在新北市，侯友宜直球对决。民进党说了2025非核家园，我一直说这是做不到的。我一定会把核安一定做好，核废料妥善的处理，核能就是我的选项，在多元配比里面的一种。面对核能问题，郭文哲表示，台湾爱务实处理能源政策，政治唔通讲一寡无实际的话，任何物件拢有代价。政府若要发展高核能产业，就免只爱台积电，无爱核能，应该在现实甲理想之间取得平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副总统。